大家好，我係傑特，繼續係星期六早場時間。今次要講嘅就係真人快打2。先講明，我就冇睇第一集嘅，就對第一集一無所知。咁啊，純粹係咩啊？啱啱好我英皇嗰個會籍裏面有張免費飛，咁阿媽試一試啦，唔好嘥咗佢啦，張免費飛。嗱，好多人咧對於真動遊戲改編電影咧就好有戒心嘅，尤其是美國，因為見識過好多騎呢嘢㗎啦。所以咧，今次影評其實都叫做好壞參半啦。啲人覺得係，甚至有啲人咧聽到美國舊改編遊戲咧，就已經係嗌定先嘅啦。但係我哋冇所謂嘅，一來就免費飛啦，頭先講；二來就係今個禮拜又冇乜特別戲想睇，咁《曼達洛人》下個禮拜先上，咁有個空檔就入去睇睇啦。結果點咧？嗱，結論而言，唔錯嘅，意外地唔錯嘅。劇情就係一開頭，邵可汗就殺咗就侵略外世界，就侵略咗一個外界嘅國家。咁佢國王被單挑殺死咗啦。咁國王個女咧，其他娜就俾可汗收養咗。咁一過咗20年，唔知點解要等20年啊？咁啊，可汗咧就決定向地球發動進攻，而進攻方式就係五枚箭。呢個世界觀就係咩咧？決定一個世界未來就係單挑打交，總之打贏嗰個就呢個世界就係佢嘅，輸咗就死啦。咁地球方面咧，雷電就揾咗即係個過氣嘅動作明星 Johnny Cage， 但 Johnny Cage 係電影明星啫嘛，唔識打噶嘛。咁咧想走就走，結果咧就被逼參加咗戰鬥，咁第一場輸咗，但係冇死到。而喺呢個時候，可汗就得到一個傳說魔符，而且仲搶咗雷電嗰個魔力，令佢擁有不死身。咁為咗破壞不死身咧，雷電嘅同伴啊，即係上一集嘅主角啊，嗰班主角啊，索尼亞嗰班人咧，就潛入咗去宮殿度搶魔符。喺搶嘅途中咧，魔符就俾人攞咗去魔界裏面。咁主角Johnny一行人咧就落咗魔界，就揾咗真田壯之嗰個飾演嘅波佐治半藏去咗魔界就戰鬥。而另一方面，可汗就同索尼亞、劉康佢哋咧就展開5枚戰最後決戰。劇情就非常簡單，總之就其實咧講一大啲嘢咧，講嚟講去就咩啊？打。由一開場個國王同可汗對決插肚，跟住5枚戰打到前代主角俾阿可汗即錘爆頭、穿肚、斬一開二，乜都有，要幾核突有幾核突，真係完全係反映咗真人快打嗰個風格就係咩？爆頭，但係佢種爆頭爆腸、人生絲絆啊、穿肚啊、穿刺弓乜嘢都齊，但係佢嗰種暴力咧又唔係話所謂獵奇嗰種以賣肉體嗰種核突喎，而係屬於一種咩啊？極度暴力，即係類似嗰種咩咧？北鬥之拳嗰種。因為北鬥之拳雖然話又係爆頭啊，一拳爆頭爆腸啊，斬開幾碌，但係佢嗰種係屬於叫做暴力性嘅，純粹睇爽嘅，而唔係話賣到啲腸飛嚟飛去啊，又見到眼珠突嚟突去啊，啲排骨嗰啲唔係呢啲嘢嚟嘅，係享受嗰種叫做官能刺激就咁簡單啦。真係徹底力非常簡單嘅，即係幾一幕咁樣個電鋸帽一開將人口吐開肚啊咁樣，睇嚟其實幾爽嘅。即係如果你中意，如果你唔介意呢啲咁嘅咩火龍拳啊、血滴子啊、十環啊、大取鐵線公主、雷射眼，堅爽嘅。係啦，嗱呢套片咧講到呢樣嘢咧，其實呢套片咧，與其話佢係打鬥片，不如話佢係咩啊？ R18 版嘅 Marvel。頭先講過啦，嗱血滴子索尼亞嗰個超能力咧就10環嚟嘅，跟住火龍拳、大錘、跟住鐵線公主，甚至連 Cyclops 嘅雷射眼都有。即係佢只不過係叫做咩啊？將 Marvel 嗰啲打鬥嘅風格加咗入去真人快打2入面，所以咧睇慣 Marvel 人嚟講，你睇得好爽嘅。當然啦，呢套片係 B 級片嚟嘅，而且仲係好典型嘅冇腦炮谷片。要劇情咪頭先講嗰堆咯。總之就咩啊？無啦啦就整咗個咩5枚戰鬥，地球派出5個戰士，可汗派出5個戰士，
咁咧就你殺我，我殺你。咁其中咧地球方面咧就係破可汗嘅不死身，咁又打一輪。跟住最後咧索尼亞報復仇咁樣，係咁簡單，冇內容嘅，亦都冇深度，深咩度啫？你睇套片你就唔深度插嗰個錘插落個肚裏面嗰尺寸啊，冇嘅，唔考慮深呢樣嘢嘅。但係咧，如果你希望2個鐘頭喺戲院裏面唔用腦，純粹就砰砰打嚟打去，好過癮。甚至佢幾好嘢就係咩？佢拍到嗰個緊張感啊！可以去到最後，可汗同個公主奇塔娜戰鬥，奇塔娜生死一線嗰時候咧，我係睇到有啲緊張嘅。我覺得咦好嘢喎！雖然我明嗱，你呢啲咁嘅片你明知道㗎啦，最後一定係主角贏㗎啦，但係去到嗰一刻，你係真係驚住個女主角會俾可汗殺死啊！我覺得呢樣嘢係做得幾好嘅。嗱，套片其實算係偏向嚴肅。但係呢類片你唔或者搞笑嘅話咧，嗰2個鐘頭其實幾辛苦嘅。所以咧，第2集嘅主角Johnny Cage 咧就會係搞笑嘅，即係佢嗰啲過氣嘅動作明星啊，嗰啲搞笑啊、動作啊、惡趣味咧，你睇係其實嗰幾個笑位你笑得出嘅。呢樣亦都幾有Marvel 風格。我形容佢似係咩啊？R18版嘅Marvel 超級英雄再加銀狼守衛隊嗰個感覺。Johnny Cage 係幾有銀狼守衛隊裏面有星爵嗰種 style 嗰種味道嘅，即係嗰種感覺啊！當然啦，你唔好深究點解Johnny Cage 一帶咗黑超變超人呢啲咁嘅劇情啦。你深究呢樣嘢多鬼餘嘅，呢套係爆谷片，仲係無腦爆谷片。嗱，另一樣嘢佢講嘅幾好嘢就係咩？上一集嘅主角咧，楊戈爾咧係原創主角嚟嘅，因為你始終拍佢，我睇翻啲資料啦，咁佢有一個角色係做原創，係由個主角試點。但係今次咧前半段佢死咗啦，呢樣嘢我覺得佢幾夠膽嘅就係前部主角就俾人獵奇爆頭死咗，而今代主角好嘢，通常你前代主角死咗，咁你今代主角梗係勁噶啦，但係 Johnny Cage 去最後都唔勁嘅，即係佢除咗帶黑超會變得幾較勁之外，佢冇因為佢突然間得咗咩異能，即係你話雷電過異能俾佢，我初以為係噶。我以為雷電會中途俾啲咩異能佢啊，或者突然間喺黑暗空間俾修煉，突然間變勁，冇，去到最後佢都唔勁，係最弱嗰個。甚至女主角奇塔娜都唔係勁，都唔係話好勁嘅，即係唔會去到話咩火龍拳狂燒啊，或者係電鋸分屍啊咁樣。甚至奇塔娜可能唔夠佢嗰個親如姊妹親信咁勁。呢樣嘢，但反而最勁嗰幾個咧都死鬼晒啦，即係嗱兩手機械拳嗰個黑人啦，火龍拳啦，上集主角咁樣，佢可能個個都比主角勁，但全部死晒，而唔係好勁嘅留到最後。呢樣嘢我覺得係幾好嘢嘅。嗱，演員好多啦，你唔會問我佢好唔好演技係嘛？總之就係真田廣之好型。咁女主角艾德琳羅道夫都 OK 啦，幾靚女啦。咁演 Johnny 嗰個演員卡爾奧賓都演得幾好嘅，幾搞笑嘅。嗱，整體嚟講，如果你喺冇要求就叫做冇乜特別要求，你唔好同我講話你想睇到有深度嘅、發人心醒嘅，睇完有一億人流淚、一億人總感動呢咁嘅嘢，你唔好同我講呢咁嘅嘢啦。呢套片係白痴片嚟嘅，係白痴啊！即係叫白痴睇明嗰種啊，好睇，再重一次係好睇嘅，唔係好好睇，即係你唔好話好大期待話佢咩，真係叫做咩 Kill Bill 嗰種睇得好精彩、睇刺激，唔係呢啲嚟嘅。但係你想入個戲院攞住包爆谷，唔用腦2個鐘頭睇完之後爽，哇好刺激，明淋血淋淋飛起，絕對得嘅，滿足到你嘅期待嘅。我覺得睇比起戲有時依類片啊，尤其是我覺得依類片咧係適合喺戲院睇嘅，唔係話一定要係咩叫做IMAX 拍嘅戲啊，咁或者係啲係依類咁嘅暴力打鬥片咧，你係適宜喺個黑暗空間裏面唔放空個腦啊！如果你喺屋企睇嘅話咧，你有手機啊啲嘢，你放唔空個腦咧就冇咁過癮嘅。佢係要喺咩一個黑暗一個喺戲院裏邊唔開手機，放空個腦去睇咧，享受你先睇過癮嘅。一喺電視喺個 mon 睇啊，或者喺電視上睇嘅話咧，
嗰個冇腦感咧就差咗噶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到此為止啦。咁下一集咧就係曼達洛人。我始終都係冇開翻Disney+ 嚟睇，因為都幾長啊，3季啊，要睇晒都幾係嘢啊。結果我睇咗咩啊？我睇 Netflix 嘅較場。咁原來 Netflix 較場劇場版都上埋噶啦。咁我睇下有冇睇完咗成套較場之後，就喺度開咪講下較場啦。好，咁今集就到此為止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